我加點油，可以多一點點花生油啊，豬油更正啊。睇個中和，這個蘿蔔絲咧提前浸咗半小時。我這次是用這種蘿蔔絲乾啊，係啊，這些雜貨店啊、超級市場都好似有，係啊，咁啊你們沒有咧買什麼用高麗菜，但是咧要炒乾它們，係啊，這種咧就泡完水咧直接用啊，方便很多。炒香紅葱頭啊，加點鹽巴啊，很香很香已經，還有加點糖，蝦米下去爆香然後那些蘿蔔絲全加，濃河類，然後咧我加點老抽很靚啊很靚，還有一點點這個雞粉啊，哇呢個有點多啊，喂太多。炒完它們啊，喂加水下去煮蘿蔔啊，哇，喂嗰個水量咧剛好蓋過蘿蔔絲，不要太多啊。4口熟就 OK，記得煮的中途咧兜一兜它們，好咧就打開蓋子開大火，讓它那個汁收乾。啲蘿蔔絲沒有很微涼咧，咁就可以爆啦。喂，搓粉啊，糯米粉整包下去，還有加呢個白糖啊，哇，甜鹹。攪完糖加粉咧，水慢慢攪，我有寫分咧，啱仔寫咩啊？自己看。水咧是涼水啊。攪到咧一嚿咁樣咧，就開始用手把它捏成。喂，可以參與一下，不要做廢物啊！咁樣壓埋一齊咧，咁樣壓埋一齊。搓完應該很滑啦，然後咧黏土咁樣很好撳嘅咁啊正。喂呢個板咧窿定油咧，喂嗱先把它咁樣搓一搓先啊，大概都 OK 啦，不知道份量啊。我兩幾年蚊卡。喂熟咧窿定油咧，把它們先搓軟。喂開水包嗱咁樣撳扁，然後咧呢個邊咧要薄個中間嘅，係啦，咁樣轉一轉它。喂，然後很簡單啦，蘿蔔絲啊，咧話嗱呢個和奶啦，話油椒絲，哇啲，之後咧就車啊嗱，唔知咩嚟嘅，咁樣連在一起而已，沒什麼特別。然後咧你把它咧咁樣轉個圈靚啲啦，咁樣係啊，靚啊咁樣，然後咧攞塊呢啲不粘嘅，有窿嘅，喂嗱，你們看咧擺密一點咧，它蒸出來才不會。咁啊，水滾下去蒸，為這個中大火蒸啊，蒸10分鐘雞子，蒸東西一定要3個嘢，然後加一點米喺上面，呢個咧係周淑慧蘸招式啊，哇擺書係哇很多嘢。讓你們看一下中間呢，哇靚啲，真不糊，你睇很 Q，你睇好食。